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长水南国造泄漏机密风波，逼出立委马文君无签保密协议书，目前局检署已经来调查，也介列外犯罪他治案被告。目前啊 ，SB2.1.5疫苗已经开始，所有人拢会登去做。疾管署表示，10月中过后，疫情会再行起来，12月底将有可能是高峰。以色列甲伊斯兰组织哈马斯战争已经到第4天，以色列点动大兵解除所有组织限制，全力进攻加沙地区。讲到以色列甲伊斯兰组织哈马斯的战争呢，已经来到第4天咯。以色列连后被军人也拢调来了后，决定要解除所有的作战限制，全力进攻加沙地区。而且黎巴嫩的真主党也趁机会攻击以色列的北部，连叙利亚也攻击戈兰高地。目前这局势是变甲真紧张。为空中弹道的炸弹牵着地面都爆炸，大概攻击了后，就坚决放弃。以色列甲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爆发战争真侪天，以色列伫调集军人甲30万后备军人了后，国防部长格朗特表示，已经解除国防军对哈马斯作战的所有限制。强调哈马斯亲像加沙伊斯兰国爱攻击加沙地区，佮宣布2名哈马斯的高战死亡的消息。ייקח זמן, זה ייקח יום, זה לא ייקח שבוע, ייקח שבועות ואולי חודשים. אנחנו נגיע לכל המקומות. לא יהיה מצב שאת האחים שלנו, את הילדים שלנו, את ההורים שלנו ירצחו אותנו. 格朗特表示，哈马斯唔望加沙改变，也毋过实际状况会甲因想的完全颠倒变。佮宣布过去几多天，哈马斯的攻击飞弹一直飞过加沙走廊的空中攻击以色列，大部分拢向以色列的地对空铁穹防御系统拍落来。同时间，黎巴嫩的真主党嘛为七八开始，伫黎巴嫩南部发起声援巴勒斯坦抵抗活动，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差不多15粒的火箭。且甲有1名以色列军官伫黎巴嫩因为武装冲突死亡，以色列的反造成至少3名真主党的武装成员，甲2名进入以色列领土的恐怖分子渗透人士死亡。为此，以色列佮加强对加沙走廊的控制，封锁对加沙的食物、燃料佮其他供应，佮警告埃及袂当开放甲加沙的边界。埃及伫甲加沙的边界靠近拉法附近受到控制了后，就关闭唯一的供应通道，防止大规模的人口为加沙走廊渡去西奈半岛。الجيش المصري أنشأ مؤخرا في اليومين الماضيين تحديدا 6 ارتكازات عسكرية جديدة بشكل يومي وعلى مدار الساعة في دوريات عسكرية مؤللة مع آليات عسكرية وأفراد بيقوموا بعملية تمشيط للشريط الحدودي بشكل مستمر. 对以色列甲哈马斯的交战，美国表示消停以色列。美国总统拜登谴责哈马斯组织是纯粹邪恶的组织，而且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电话会谈，承诺会补充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所使用的纳智器甲弹药。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嘛伫当地11出发去以色列协商相关的内容。另外，伫区域紧张局势继续升温之下，以色列伫1967年占领的戈兰关地，其实嘛受到叙利亚的迫击炮火攻击。以色列军方表示已经发射弹药反击，嘛互这一个区域的下境交火的状况愈来愈严重。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讲到这以色列一个巴勒斯坦的战火造成双方要到2000人死亡，几多千人受伤。以色列是下令把加沙走廊规个封起来。联合国也指出讲，目前加沙是无水，搁再限电，20万人有落无厝，这建筑物损害甲真严重。其他人是无法度去读册，连这国际补给也无法度送到位。加沙民众面对着无通好食，还佫无通好住，甚至还佫有战火人道危机。从安地伫加沙好好避难的巴勒斯坦学童，听到数节个的过以色列战机拢发出声来，就算是地上艰难的时刻，细汉的囡仔同款耍同款笑，想起前摆就看到火箭来13岁，伊斯拉讲也是真惊。يعني كان حرب فجأة إن إحنا ما عرفناش كنا طالعين على المدرسة اللي هو بيجي الصاروخ على البحر。伊斯拉一个人从安地伫联合国救济工作署伫当地设立的好好避难，小小一间教室，平均客30人，除了无法度好好困，洗身躯去便所也成问题，水甲食物更加是无够分配。عايشين بشكل رعب جد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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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يعني مش عارفين ايش اللي بيصير فينا قاعدين ولحتى اللحظه هذه。哈马斯提出突袭以色
列，造成平民死伤惨重。那以色列动兵回击，造成加沙建筑甲交通严重毁损，当地学校甲医疗设施也无法度避免。联合国指出，加沙大约有20万人，相当1/10的人口有路无厝。以色列对加沙下达全面围城令，居民防限电断水。那人道救援组织也因为道路中断，无法度运送物资，规个加沙亲像孤岛，居民处境真危急。This risks seriously compounding the already dire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Gaza, including the capacity of medical facilities to operate, especially in light of increasing number of injured people. 联合国警告，以色列的围城令危及平民的生命安全，明显违反国际人权法。那以色列伫初九征调30万后备役的军人加入军队，初十伫法国巴黎机场出现坐飞机前往以色列人潮，以色列航空甲以色列航空继续前方疏运。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牵涉唱水南国造泄漏机密风波，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提出2019年3月立法院国防委员会机密会议，讲马文君无签保密切结书。不过马文君强调，只要是参加机密会议，若准有签到，就要担起保密的责任，要求唱水南国造的调集人黄曙光出来甲讲清楚。马文君进前向告发涉嫌泄漏国防机密，互外国罪。这个检署已经伫咧调查，也该列是外犯罪他治案被告。江南国造争议要继续咧看，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加入涉密的风波，防指控出席机密会议，歪配合保密。民进党提出2019年江南国造合约设计成果报告保密签结书，注记马文君继续签名。针对这点，马文君11召开记者会反击，强调只要参加机密会议有签到，就要负保密的责任。反抗迄当阵的调委，民进党王定宇若是有疑虑，会当卖互伊开会。签与不签，其实我们只要签到就算了，我们都负有这些保密的义务。民进党拿出这一张黑函，反复的攻击，到底用意是什么？我想请黄曙光出来说清楚。马文君指控连续几日讲的攻击是政治谋杀。要求江南国造的调集人黄曙光出面讲好明，立委你得为批评民进党又在做乌甲做红的代志发生。那委员因为战斗栏，你们那边还这边。面对下面的真侪疑点，马文君以管刑庭为理由提早离开。不过，中日伊向告发涉嫌泄露国防机密，互外国罪。国检署已经交予重大危害国家安全甲社会特殊案件小组做伙来调查。马文君会防列外犯罪他治案被告。海军前线小组人员上来报告说。有一位委员没有签，请问主席该如何处理？当时要求才是一方面记录会议记录，二方面在拒签上注明，因为大家都有签，总不能大家一起背锅嘛，所以注明是哪一位委员拒签切结书。王定宇讲，迄当阵来开会14个立委，独独马文君无签名，而且真正出入会议室。关注的内容不是打造占立的困难点，是出席会议人员的背景。体育会主委房世宽认为讲，占南国造建造困难，应该互黄曙光捧一声。黄曙光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成功了，给他一点掌声嘛！全世界哪一个国家的武器发展第一次就能够完美的？房世宽表示，甲马文君并无私交，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的程序，交予司法互大家交代。记者综合报道。这若被合敢有机会合作的，这校友期证实讲，已经有和郭文哲竞选办公室联络，敢有要辩论比民调是无回应。郭文哲表示讲，无要辩论，无要比民调，也是要创啥哩。另外，民进党的赖清德是表示，无论未来在野党安怎组合，拢爱提出一定爱赢的决心，拍赢选战。校友伊甲韩国瑜互动展现团结气势，中共董事长赵少康举办见到拿记者会，校友伊甲韩国瑜两个人合体出席，要拼国会超过一半。最近国民党甲民进党合作议题继续一直谈。郭文哲讲办辩论结果比民调，校友伊也未同意，不过表示卖有色前队，不过已经正式甲郭文哲竞选办公室有联络了。那双方面已经取得了联系，我们的所有的议题都是开放的。那先坐下来，两边把所有的相关的议题大家对好，大家一起朝蓝白
合作方向往前走。也不辩论，也不民调，那干什么？所以你觉得他确诊吗？所以我们希望呢，国民党可以尽快的来回复这个进行的方式哈，那也回应社会的期待。媒体一直问瓜问题，不过幕僚表示无接受访问。竞选办公室发言人是回应双方都有密切联络，并且讲希望双方公开透明进行，希望国民党尽紧伫1礼拜内底甲代志定案。也有正面来回应辩论甲比民调。原来民进党这方面是继续维持现有选前的脚步。未来会当做变化，咱唔知啊。所以咱一定爱做最好的准备啊。就是讲无论安怎变化，在野党。无论是安怎组合，咱拢要行安尼。日本新来台湾基友会进行到民进党中央来拜会赖清德，更加举行必胜达摩的点睛仪式。赖清德强调，最后决胜的关键力量就是海外乡亲的力量，希望大家会使回乡来投票。也来寻求独立参选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在是无行程。发言人黄树修伫面说讲，赵少康提出见到拿共同政见的草案，完整来跟随郭台铭的主张，口说感谢赵少康义气相挺。记者综合报道。年假结束，今日所有人伫咧社群平台顶头恐吓，讲要去到台北市某一间高中发动大屠杀。学校已经报警察，警方今日去到学校戒备，维护老师甲学生的安全。这网络顶头呢有一张无签名的恐吓批，内面是写讲10月16会伫咧学校内面发动大屠杀，引起惊吓。学校也已经报警察咯，网络大部分也已经摕落来，目前警方有伫咧调查。未来这几天会加派到这少年队警察加强巡逻，维护学生甲老师的安全。讲到高雄寿山又过这高山啊，家人咯，有一个小姐伫网络顶头铺文，讲伊昨去到寿山爬山，有一只猴呢，要抢伊身躯顶的一个牌啊，人含猴是遐扭来扭去，Q 落落，落尾呢，伊倒手柄的手骨头，互这猴夹着伤。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表示讲，除了会互这位小姐保险理赔以外，也要提醒游客唔通去饲猴，也莫含猴发生冲突。手骨包真高的山布，姓杨的查某人讲到安怎互高山啊夹着伤的经过。他在抢我的背包嘛，我就也想要抢回来啊，哎呀，就在那边拉扯之间，他就咬了我。姓杨的查某人讲，车十摊国庆假期到高雄的寿山来行步倒爬山，伫四丈青啊这个景点休困，当时也无食物件，不过有一只狗仔主动接近，也跳到伊拍到牌啊，出手就抢。因为过程，狗仔对于倒边的手骨就甲夹落去。因为拉扯的话，会觉得是一种攻击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就是尽量抱紧包包，然后往前走。第一个，你不要带吃的或带有塑胶袋的东西。第二个，你跟猴子对交错的时候，你不要去看它的眼睛。不少民众讲，寿山离市区真近，所以讲诚说热门的景点。狗仔对人类出现也真惯势，变甲唔惊人，所以讲爱甲这物件收好。另外，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也讲，若拄到这狗仔，莫甲伊敌对，也是讲出手改赶，才有法度避免进一步的冲突发生。跟猕猴尽量不要有互动，就是说，今天他来抢东西的话，那没关系，你就让他拿走。那一般猴子的话，他们是对那个没有感兴趣的东西，大概摸一摸、玩一玩，它就会丢到一边。管理处讲，对着受伤民众，会依照公共意外责任险来进行赔偿。因来这狗仔也是属于自然界动物，所以讲袂甲伊赶，也是挑工甲伊甲人隔开，也伫狗仔开定来出现的所在加强来巡查，提醒民众莫甲伊饲，才袂防范，也避免被攻击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今年7月10日，高雄有一个查甫人，伊半暝啊伫小鬼仔壳伫西子湾附近甲人惊。警方接到民众报案了后，落尾是依照社违法，甲人移送法办，落尾该罚1200块。穿蓝色衫甲牛仔裤，面顶缀一个恐怖的面具。高雄林姓男子8月20日半暝3点外，用这打扮去西雅湾提花惊游客。人家贴文是说好像是外面的民众。平常去透早的提花虽然无啥物人，但到暗时也是假日就变成约会的圣地。男子美伫较暗的所在看到一个人的游客，也是男女朋友，就对后壁接近惊人。但提花边就是肉粽角，那游客惊甲摔落，后果不堪设想。这种行为本来就很不可取啊。然后再说他们又是下情侣，然后又在防波堤旁边啊。
万一如果有人落海，他要负责吗？吓到人也不好啊，就是而且又在海边那么危险。因为迄时阵是农历7月，真侪游客疯惊甲四界走，警方接到通报去抓人，以涉违法上班，男子红罚1200块的罚款。警方经民众指证，在本辖哨船街查获林姓嫌疑人。林男虽辩称无吓人之意图，为报案民众指证立例。警方依设置法63条1项6款，移请裁处。万圣节特别到啊，即寡惊人的面具伫光头白去看无啥物，但若起来恶意惊人、危害别人的安全，就可能涉犯社违法，会使处3天以下的拘留，也是3万以下的罚款。提醒民众要惊人，千万唔通收超过，以免违法。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在美国、日本、南韩伫咧8月举行国防会了后，要强化军事方面的合作。这个月初9、初10伫咧济州岛附近海域，组织美军的雷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也有日本、韩国的军舰做伙参加演习。这演习的内容是。若准这东北亚的海域有船只有载到这违反国际规范的货品，由各国的海军爱做伙去甲伊查落来。这个演习背书是伫咧针对北韩。甲雷根号航空母舰搭配，包括美军的星盾巡洋舰甲库德舰3只，日本派出的主力军舰是头一只传统式飞行甲板的理向号护卫舰。韩国海军是由星盾库德舰、利古里尔号代表，虽然有星盾舰独立演习，民国这摆的演习科目甲星盾系统，现中的飞弹防御无关，而是所谓的海上拦截。美国国防部针对驻华美军发行的新条机报，根据北约组织海上拦截行动训练中心的定义指出，海上拦截包括命令科技船只停止航行，搁派遣武装人员定准所在，若有技术和国际组织列入禁运的物品是扣押船只搁逮捕船员。新条机报引用韩国海军高层的话讲，北韩积极发展中程飞弹甲核武，参新型的潜能作为发射平台，对东北亚的威胁扩展到更较多面向。所以美日韩3国需要加强合作，断绝北韩违反联合国禁运为其他国家引进相关物资甲技术的管道。在演习结束了后，雷根号航空母舰会顺路访问韩国东南部大港釜山，有计为12停留到16。除了北韩问题，中国在东海紧接的军事行动也受到美日两国关注。新条机报较早的报道指出，美军太平洋空军指挥部所属原本驻防伫日本九州南边的陆奥基地 MQ9 无人机总数8只，连同150多名人员，会移防到沖縄的加昌那基地，就近监控沖縄是可回中国海军动态。MQ9 无人机因为会当搭载重1700公斤的武器，包括地下火、反装甲飞弹、甲镭射导引炸弹，所以防叫做死神。不过，新条机报引用日本防卫省的讲法指出，这8只 MQ9 无人机并无任何武装配备，而是专职侦察任务。这也是美军伫全球自用系列无人机部署伫青森县、三德基地、甲广岛县、英国基地了后，搁一个驻扎无人机部队的地点。公司新闻。家庭朋友，缅甸这2天无平静，伫北部的克钦邦有一个难民营，拜一半暝啊，将有可能是叫军政府攻击，上报有29个人死亡，其中有10外个囡仔，这死者拢是一般民众。另外，伫南部的北固市呢，因为落大雨落几落日，雪片伫咧做大水啊，有一寡人家厝拢互淹了，2万外人有路无厝。涂骹满满是风炸海插头，民众物品散甲规涂骹，边仔也阁有爆炸了后流落的大溪洞。缅甸北部克钦邦挖近中国边境的这座难民营，初9暗遭到攻击，营地内的学校、教堂甲大量民家都互散作平地。这场攻击至少造成29人死亡，罹难者拢是平民，其中10多人是囡仔，另外也有超过50人受伤。因为难民营所在地点由反军政府团体掌控，反对派人士甲英国驻中共大使馆认为无原乡都是军政府，也毋过军政府反抗。民兵独尊的炸弹引起爆炸，才造成不过民众死伤，也毋过无提出任何证据。
那伫缅甸南部受大水侵蚀，当地礼拜日开始连日落大雨，引起严重水灾。上加大城、强港附近的福古市，街路河水淹，水深沟丘，早着加火撤离的民众爱冒险撩水行，甚至有民家1楼河水淹去，居民只会当伫悬的所在等待救援。Cám dùng mua đi khai dùng mua đi. Thì đâu gì mẹ là khám. Đâu gì mẹ là khám dùng cũng mà dùng. Mấy cái đi đâu bỏ ra. Ra ông bám mà gì quá có đồng vào. Nhà em là gì rồi. Em mà gì nhau được không nét trên này. Vì anh gì à, mình nên cái gì qua cái khi đi làm rồi. Ô rồi. Mới cho cô rồi. Đi vào trường rồi cô lại nhiều. 缅甸雨季一定出现大雨，也毋过不过伫24点钟内，落达到200毫米的雨量，创下10月单日雨量上悬纪录。缅甸媒体报道，不过市已经有2万人因为大水有家无厝，附近的强港北部有4000多人风疏散。缅甸为7月开始，就连续发生大水，包括洛开邦、克钦邦、克伦邦等9个邦甲地区，拢经过大水之苦。科学家指出，受气候变迁影响，当地未来恐惊会出现更加激烈的极端气候。公司新闻7月6日。受到极端气候影响，今年高温一直破纪录。根据上届新的研究，热无大进，若准搁湿，咱人就会逼热掉，颠倒变更较危险。只要是地球温度偏工业革命进程加3度，全世界就10个亿人就要面对气候所造成的性命危险。根据美国这礼拜公布上新的研究显示，讲人为造成的气候暖化已经让全球各大城市关湿热的天气形态会继续增加。那地球的气温比工业革命进程是悬摄氏3度，全球会有15亿人会面对送病院的风险。若搁悬摄氏1度，受冲击的人就会加倍。And at 4 degrees Celsius warming, we see that about 3 billion people experience 1 week of these environmental thresholds that are deemed uncompensable every year. 在大数的状况之下，人体透过皮肤来流汗，小气就会无去。但是若休息会阻碍这个蒸发作用，甚至是完全无效。若人体中枢过热的时阵，体温调节的机能无去，会造成器官加速衰竭，甚至在几点钟内就会死亡。科学家利用地球的温度来测试人体会当承受湿度的极限。地球温度是讲对一块空气来做加湿，到上济时阵会当到的温度。根据2010年的研究，人体无法度承受地球温度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若在这种环境之下继续6点钟，人体就会被砍折。但是2022年的研究，甲极限是改做摄氏30到31度。Once you start experiencing 300 days of this every year, that's where things such as climate migration have to take place. Or unless you want to sit inside in air conditioning every day of 9 months a year, which is not a life that I would want to live. 根据研究，这几年全球拢出现进前无的关湿热的天气形态，嘛代表讲人类为了生存，一定要延长伫个有冷气室内的时间。这已经会冲击到经济活动，对无法度负担冷气和必须要靠劳力来生存的人口，恐惊会变作极端气候之下无适合只好淘汰的族群。公司新闻郑元庆编译。对今仔开始，所有的人拢会拿去注莫德纳 XBB.1.5 疫苗啊。疾管署表示，讲这10月中过后，新冠疫情会可能来压起来，11月底可能来到高峰。到时阵呢，一天就22000人到24000人感染，所有民众就要赶紧去注。另外，这流感也当咧严重，顶礼拜增加11个人死亡。今年重症个案上细汉只有4个月大尔，加在已经出院啊。0.5cc。注一头就使预防为着新冠病毒，60外岁干先生为着降低新冠病毒威胁，早起运动完了后，就赶紧到诊所去注射新冠 XBB 疫苗。早上刚好看到报道新闻，有报道这一则，有疫苗可打，我刚好路过这边，那就顺便进来打了。
莫德纳新冠 XBB.1.5 疫苗对9月2日开始施到即阵，总计已经有15万人注射，并且对11开始开放6个月大以上民众注射。疾管署讲，新冠疫情10月中旬过了后会慢步清关，并且伫12月底达到高峰。预估在12月底的时候会达到高峰，那 COVID 的一个确定病例会达上波的一个高峰的一个80%，预估大概每天会有2.2万例到2.4万例之间。那新冠流感疫情也伫清关，顶礼拜国内新增加11例流感死亡的病例，拢是50岁以上有慢性病的民众。但你注意的是，新增加34例流感并发重症比例内底，虽然今年流感季节上少回个案，是北部4个月大的查某婴仔，因为发烧侪工，已经有脱水、肺炎这症状，加在住院治疗了后，已经好起来出院。X 光也看到就是有这个肺炎的状况，那所以就是入住加护病房之后给抗生素跟流感抗病毒药物治疗。那所幸他这个症状恢复得很快。疾管署提醒，顶礼拜流感小卫通报有45件，其中40件发生在学校。有个流感高峰的伫明年以加，呼吁副校公费流感疫苗，资格民众赶紧去注射，并且落实破病卖上班、卖上课，抑各项感染的管制做法。那出现喘气困难、这危险的情形，要赶紧让医生看来降低并发重症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护理人员长期以来拢是真欠，护理工会全联会就建议讲，除了要改善劳动环境和薪水以外，政府也要开放男性护理师，若到爱做兵的时阵呢，会当原本即规原本薪水留伫病院做替代役，用各种的方式来找找护理的人才。听同学的口令，那看照本的说明，那分组练习正面注射。另外一边是咧练习甲患者用鼻管饲食的，也有金马注射的训练。这是台北市康宁大学南田建立实验室，每一个护理科的学生，伫正式正做护理人员进前，拢爱伫遮做真18个专业训练。还没有实习过，还想要多去了解一点医院状况，然后想一下自己还有什么其他出路啊，可以跟医护结合。虽然目前台湾每一年差不多有9300个护理应届毕业生。不过，实际领证正做护理人员的，敢若有6000多。即卖疫情了后，护理师是搁较欠缺。会离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病院的工课是采3班制，日班甲暝班轮来轮去，困眠无正常嘛影响健康。就算是伫医学中心，加上年尾等的奖金，一年薪水差不多是70万。不过，若是伫地区病院，一年薪水差不多50万。即卖护理工会全联会就建议政府会当开放男性护理师伫病院服替代役。我们多了一个选择，让我们的男性护理师他可以选择持续留在我们的职场继续工作，他的经验不会被中断。在当兵过程中还能继续做你原本就是从事的行业，我觉得也可以。我去医院工作，那当兵又可以减少，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利益蛮大的。不过有伫第一线甲护理的老师认为讲，要解决护理欠人上根本的问题，也是爱为调整薪水、甲调整夜班费用等等的方面来做。因为每一届应届毕业生内底，查甫学生的人数其实无到5%。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怎么样的去留住人力？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增加我们的薪资。那你只要是增加薪资、增加这样的诱因，男生女生都会来投入。全联会表示，连日来拢总提出9项诉求，希望改善护理卡手无够的问题。目前敢若有3班护病比，甲大院综合照顾有共识。按照这个月中会搁甲卫福部开会，希望会当解决。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几个月前，新北市邦桥才发生冷气塌出来含死查某大学生的事件。今仔日伫台北南港也出现公务的窗仔型冷气对3楼落到人行道，加在下骹无人。警方初步认定是这冷气架下生鲜才会长期落出来。监管处会依照建筑法对所有权人上悬会当罚到30万。大人陪囡仔坐伫年纪卡。一台冷气向位顶悬落落来，落伫外口的人行道，边仔的奥多摆嘛受到牵连，民众紧回头看，也是感觉真惊吓。冷气落伫涂骹，是摔甲规个喙鼓鼓，零件四线也甲规单位。这是伫台北市南港，找到下晡4点外，一台冷气向落落来。他们有时候有订单，他们有去看，如果就是可能外面当时有人在走动的话，会先。这台冷气为公寓的3楼落来，先去讲到2楼的杂货坪，再搁落伫1楼的涂骹。当起代志发生的地点，这个固定冷气的架啊，明显已经生鲜。警方研判，生鲜了后的架啊已经含烧，加上连日落雨，才会发生这个事故。
如果有掉落的情势，那我们会依违反建筑法77条规定去裁罚，会从6万到30万。除了会依法裁罚，台北市建管处嘛提醒住户都要定期做检查，因为建筑物的所有人、甲使用的人应该要依护建筑物设备的安全。若是造成意外，可能还佫会涉及刑事甲民事的责任。不过，回头看3个月前，有工人伫新北市邦桥，若像是伫安定期的时阵无注意，规台冷气未真悬的楼层落落来，去得到一个查某大学生。即马佫发生有冷气落落来，水电业者就讲，机械的选择是真重要。尽量都用比较耐久性的材质，那尽量能够用不锈钢是最好。那像有雨棚啦，或者是在什么雨披下面，冷气机就会比较耐久。材质都已经白铁啊，加上用雨棚炸好，较袂遐紧就生鏽。业者嘛建议，伫冷气外口安铁架啊，会当加一层保护。只要看到固定冷气的架生鏽，都要特别注意，提醒要赶紧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物流业者在配通的员工行去到总公司外口抗议，质疑公司无照法规算加班费给因，平均一个人这5年外加起来就欠53万的加班费，甚至佫想要拖取消劳资协商，要求公司赶紧把这寡钱还出来。配通欠1000万加班费，大商化客户表达心中不安，物流业者提配通的企业工会在伫总公司外口抗议，批评公司无依全新的计算加班费这问题。工会讲有26位员工互欠的加班费有1400万块，平均每个人互欠53万块，也有人互欠上100万。公司就是一直拖取消这劳资协商会议。今天会开这个记者会，都是因为你们公司造成的，而不是我们员工。我们员工只是想要拿回自己辛辛苦苦的血汗钱而已。到第2次的时候，有很多争议的时候，宅配通的人资长他就直接规避劳检，被台中市政府罚了5万块，5万块啦。工会讲，虽然公司对去年12月底开始改以全新计算加班费，然过进前所欠的加班费，公司并无提供任何参考的依据之下，提出每一人每年上悬12000块，5年6万块的方案，根本是伫应付员工利益。工会愿意跟公司来协商，公司也应该要积极拿出具体方案了，然后赶快解决争议，就是不要让这个争议一直持续，让双方的这个关系能够恢复常轨。对着工会诉求，提配通回应，强调提配通是上市公司，必须依法来行事。对着工会讲到个案，公司欢喜来拍开大门，确认这疑义来处理，也强调提配通是幸福企业。严格工会希望劳动部应该积极要求公司提出诚意解决争议，若无排除罢工来抗议。记者综合报道。寒天要到啊，国内开始出现一寡禽流感的病例。伫嘉义溪口有一间烟炖场，进前去感染到 H5N1 高病原病毒，总共把这35000只烟炖种灭掉，这已经是今年第2届感染度。啊，那国外呢已经继续伫咧探，南非也灭掉750万只卵鸡，这鸡卵也拢袂当卖。伫美国犹他州也同款逼出疫情。防疫人员请装备将手伸入人的舌，将一只烟吞撒到毛布地，位伫嘉义溪口的烟吞场，定伫确诊感染高病原 H5N1 病毒，共同超过35000只，全部爱扑杀。其实这场1月也确诊过，扑杀25000多只。今年确诊2摆，生活安全措施有待加强。防治所要求加强消毒，如何防止危亡？该厂过往已发生2次禽流感疫情。再次呼吁养禽场注重生物安全措施。即马进入秋冬，国内高病原确诊案例最近出现蓝山2例，也毋过未当无注重。农业部防检署指出，欧美部分国家疫情无断过。最近美国犹他州发生火鸡场调配，已经公告就这个州为禽流感肺炎区三毒。那对国内中和感染的养禽场，也会更加严格执行服用定数。复养申请其实我们有一个标准程序的哈，包括就是要做场内的一个病毒的分析哈跟分离。如果可以通过，当然我们还是会准予复养哈，但我们会严格的执行。
伫南北球的南非，几下省份爆发严重疫情，破杀超过750万只卵鸡，大约占全国总载养量2到3成，影响到2到8个经营。路透指出，有一寡超市只会当停止卖，也是限制人客买鸡卵的数量。当局也在评估，敢是注疫苗来控制疫情扩散。记者综合报道。杭州亚运都结束，台湾选手摕到真好的成绩。接下来就是全国运动会之一就要开始咯。这届全运会是办伫台南，市长黄伟哲也邀请选手甲民众做伙来遮台南看比赛，也来遮佚佗。不过目前呢，台南天狗这个疫情是攸关真严重，这款需要提醒民众爱特别注意。舞台变做大型古城的模样，这是今年全国运动会的开幕典礼。舞台无记影片。杭州亚洲运动会都结束，台湾得到19金、20银、28块铜牌的好成绩。接下来全运会日一就要伫台南起鼓。台南市这摆要以400年来的古城人文历史做主题，欢迎运动选手甲民众入城去台南看比赛兼观光。亚运也好，或者是呢这个奥运啊，很多我们国内的优秀的选手。他都是从我们国内的3级、4级的这样培训体系呢培育出来，其中呢也是经过了国内呢最大型的竞技的赛事上面脱颖而出。大家来台南看全国运动会的时候，不只是看选手优质的表现，在每天的赛事结束之后啊，一定要来台南走走逛逛。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人16年了后，总算搁一摆办全运会，已经做焦全的准备，迎接选手甲民众。不过台南今年到今天口的病例累积超过14000例，10月初3到10月初10，全台新增加2527个本土病例，其中台南市就占2248例，是占8成8。所以其实室外是比较没有问题的，然后室内的场馆我们已经做好最好的防蚊的准备。登革热的疫情虽然跟前周比较起来降低了16.6%，但是目前我们登革热的一个疫情仍然是属于高峰期。虽讲这礼拜台南天狗热疫情无加悬，但是一关署讲防疫袂使放零，有可能是因为连续假期期间部分医疗院所休困，通报可能有增差。目前评估过来天狗热传染的风险也是真悬，民众要保持警戒。记者郭永水台北报道。高雄美乐的西子头圳是当地农业用水，也佮加地下水收集的重要水源。农电水利署拍算要和供电业者合作，伫咧水圳的水头做太阳能板，所以引起当地民众反弹，连立委也跳出来抗议。农业部表示，讲所有圳路拢会先暂停设太阳能板，未来也会考虑比亚水库也爱照办。青色的田灌水全部靠边仔水圳。高雄美浓的西仔头圳是当地灌水用水，水圳也连着部分民众使用的地下水。农电水利署规划甲光电业者合作，对复兴桥起往上游览设置太阳能板，和当地民意代表甲民众反对。四头郡啊，还有那个竹子发电厂，都是我们美浓的一个特色嘛，它是算一个古迹啊。如果说因为光电板就会影响到它的景观啊。用药物的时候呢，这个一洗。就水沟里面去了，水沟里面去了，我们这边呢，我们这边南农这边呢，又是农业示范区。那烦恼破坏当地文化，影响这灌水，水圳往上游这边引发有真侪树仔，若拄着风台可能倒去，甲太阳能板降歹去，造成水圳污染这危害。在民进党立委柯基营也质疑，伫美浓甲旗山交界所在规排光电板，踩伫水圳两边，敢若光电房梁，讲这根本是错误发电，对此农业部讲会暂停设置。相关的这些埤塘跟水库，它也有很好的一个风貌在那边，是，所以我们本身除了农业为本绿人价值以外，其实我们应该更重视相关的农村的这些田园的景观。所有水圳路暂停设光电板，农业部考虑未来埤仔、池仔，也有水库也比较办理。也6月中传出，嘉义大埔乡公所准备伫专门水库集水区比较阿公店水库设铺绿色太阳能板，相关引发争议。主管机关水利署南水署讲，这也未收到申请，而且申请内容也必须符合规范，才有可能通过。记者综合报道。
新竹竹北有一个上千平的农地，过去捌因为违建和县政府罚，想袂到伫咧双十连假当中呢，佮偷偷请吊车来到现场赶工。县政府接到附近居民的检举，派人去遐会勘，限因7天内面就要拆掉，若做唔拆，政府就会派人替你拆。一大片农地内底，工人伫咧赶工，佮请来大型吊车吊铁皮，检入去内底一看。阁有袂少准备要施工的材料，地主互人检举，趁国庆连续4天假期偷偷施工。检举人讲去遮大间，惊是做厂房，有污染的疑虑；若是做仓库，也是惊囤危险的物件。不过业者讲，因是准备要起来做农业使用。家里做很多原因，想要做生意啊。可是他为什么要搭外面的这个棚架？因为本来是想要说上面要牵网子那些啊，可是他们很赶啊，警察每天来就随便先搭一搭这样。接到民众检举，政府11早起去现场稽查。政府讲，今年6月就已经罚业者18万，针对这摆业者趁4天连假来赶工，政府会加重处罚，也在门口打出禁止施工的警告。认定他确认违规后，我们后续可能会再依违反驱逐法的部分再持续加重处分。那违章的部分，公务处也来贴了制止单，请他自行拆除。如果7日没有拆除的话，我们公务处也会立即安排强制拆除。政府强调，依照规定，农业用地敢若会当农业使用，就算业者要起来农用，也是必须要向农业处申请。目前农业处已经通知业者，限期7天内要完成拆除，若无就会强制拆除。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台南是全台湾圆环数量上侪县市，在地民众骑奥多摆入到圆环，拢会灌死红灯正滑。不过前一阵仔呢，伫咧东门路桥圆环，却出现红灯禁止正滑的标示，民众看一个煞火气。交通局回应讲，主要是考虑到这东门路桥的动线真复杂，才会做调整。每若上下班时间，台南圆环的车辆踏，长久以来，骑机车的驾驶要骑入圆环，拢惯是红灯正滑。不过详细看，即摆有路口煞出现红灯禁止正滑的标示。刚进圆环，另外一条路煞颠倒会使滑。路口交通规定拢无共款，民众怨叹三无长，看甲雾煞煞。每个圆环的方向规定遵守都不知道，都不一样。变成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判定啊。对，反正它有3种不一样的一个转法，对台南市民来说有点困扰。那目前这边的交通违规其实在红灯右转的部分开放至今大概只有4件，那其他的违规其实件数也都比较少。交通局表示，红灯正滑会使有效消透车辆，其中东门路桥出现禁止标示，主要配合铁路地下化工程。东门路桥8月底才拄开放通行，汽车会使骑起，嘛会使骑落去地下道到北门路。市府考虑到动线复杂的问题，就尾才调整政策。为避免大同路红灯右转与直行上桥机车冲突，故取消红灯右转。本市均会在路口前设置相关告示牌面，提醒用路人。但旧社区内有7个圆环，市府讲，目前汽车骑入圆环也是以红灯正滑为主。不过圆环的交通特色拢无同，警察局呼吁驾驶人也是爱遵照路口标志。那交通局讲，因会随时检讨做调整，卖参警方佮盘点需要禁止红灯正滑的路口。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花莲的东华大学最近成功把本地招待所东华会馆改做旅社，外包予人经营，将做全国头一间学校会馆变做旅社案例。未来唔但会当招待学生家长，外地来观光客也会当大。花莲国立东华大学占地251公顷，是全国面积上大的大学。伊伫寿丰乡较偏僻，附近是无啥物所在通住。学生家长来遮，也是学术单位来办座谈，定敢若会当住伫学校的东华会馆。像我自己的家长来的时候，其实也是会蛮烦恼住宿问题，因为附近其实还是需要找这样。不过学校的会馆也是招待所，是无一定符合旅馆的使用。为了符合立法院105年相关机关一组套房的法规，东华大学10天前向花莲县府申请变更执照，成功对 H1的招待所变更做B时的旅馆业。原本是只能做跟教育目的有关系的招待所，现在呢，它可以供作这个不特定人的这个旅馆使用。
那当然就是未来会有一个经营的模式啊。学校讲，未来东华会馆会委外互民间来经营，以后唔那是学生家长，也是学术单位会当使用，连一般的旅客也是团体拢会当来带。希望经营层能代表我们东华，能代表我们花莲，好是一个高级的一个代表，希望成为一个地表。好，现在已经在处理做内装以及做消防，那很顺利的话，在明年应该就可以上线。在观光业者的部分，因大多数拢认为讲，学校的会馆委外了后，市场应该真好，希望开放了后，会当变作受芳香，甚至是花莲县有代表性的精品旅馆。记者综合报道。台北闽县歌剧团的老团长林德华老师，伊对歌戏的后场音乐是捌透透。在2018年，互文化部认定做成工国宝，成做歌戏后场音乐的保存者。不过，伊伫咧10月初8来别世，食到88岁。林德华老师创立闽县歌剧团，对1970年整办以来栽培真侪人才，也甲伊规世人的功夫传承予少年辈。文化部也要请总统颁发保养令。人讲3分前场，7分后场，就是在讲戏要好看，后场音乐真重要。当伫文吹的，就是歌戏后场音乐的保存者林德华，伊嘛是创办闽县歌剧团的老团长，食到88岁，伫10月初8逝世。咱台湾传统戏曲界嘛失去一位真重要的人间国宝。老团长林德华精通传统戏的后场演奏。不管是歌戏、布袋戏，还是讲教戏的后场音乐，各种甲谱拢记伫老团长的头壳内。伊也捌讲，要学传统艺术是真正无简单。万世言，千年吹，这个吹分了几千年也分袂好听。传统的艺术，毋是讲遐简单，要跟老师一段会磨练。林德华老团长见证台湾歌戏发展和变迁，伊甲一生拢奉献予歌戏，拍拼推广后场演奏的保存和经验传承，要甲伊的功夫拢传予少年家。2019年开始配合文化部执行传习计划，栽培后场的人才。对这来学艺的少年家，嘛拢甲因当做家己的孙弟照顾，侪艺生拢叫伊一声阿公。伊也真尊重这位艺师，嘛甲伊对歌戏的态度看作是学习的典范。老师演奏大贡献是最内行的，伊的味伊的开口最歹学的。我觉得我在阿公身上看到了一个对于传统艺术的坚持，只要是演出，阿公他就是会把它做到最好。林德华自1970年创立闽县歌剧团，到今有53年的历史，栽培真歌戏的人才。艺生对伊的印象总是一束西装穿甲整整齐齐，面对歌戏永远展现出上顶真的态度。伊所留下来后场音乐是台湾珍贵的无形文化资产。文化部嘛刊新闻稿表示哀悼，也会请总统颁保养令。记者卢尚如、林秀凯台北报道。日本的新内川县的镰仓市面积不到40平方公里，不过这古迹却超过600多位，是一个古城。也那这个市内面上界大用茶器的光明寺本堂，目前正在进行10年的整修。这日本对古迹的维修有真侪严格规矩，咱做伙来了解。1242年创建的光明寺有镰仓现存上大茶座的本堂，是国家重要文化财，也毋过目前本堂完全保持严格的严格格局中。沿着严格楼梯爬起来，最后来到临时铺建的平台上。建物のこの工事自体は令和元年の秋から始ま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でここまで3年余りある。で最初のですね1年半ぐらいはこの鉄骨の大きな建屋を作ってたんですね。でそれが建物解体した時に雨風に当たると建物が傷んでしまうので、この建設のために1年半ぐらいをもうすでに用意しているんですね。でこれが出来上がってから上から順番にこう、取り外しを行っているという作業なんです。对照相片会当看出，临时铺建的平台位于光明寺本堂厝顶4块位，佮透过一年一年时间结构，一步一步拆解本堂厝顶，拆落来茶结构依照编号放伫平台，其中甚至有长去后去的情况。那厝顶的下片也整理编号，真细腻的包起来，放伫架仔顶。
今こちらでもご説明したように今使っている材料をできるだけそのまま使ってまた組み立てるので新しくするわけではなくて今のまま悪いとこだけ直してまた組み立てる。开20亿票用3年时间，只为着让公民是大幅度的保存。当时整体修复过程需要有所有者、是作者甲第三方人士共同参与。林木亚文所属的文化财建造物保存技术协会是这摆公民市联合大修改的第三方单位。法规上，文化财涉及修复过程中需要有第三方公正甲专业的单位其中监督记录，也伫必要的时提供建议。当时这摆公民市的联合大修改甚至将修复状况甲进度翕成影片定期上传官网，予资讯充分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兰到新竹对22度到28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9度。天后金门马祖对21度到27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